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，尼希米记第9章第9节到15节，罗马书14章13节，佮15章第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互人绊倒。凡事拢会通做，但无拢是有利益。既然基督徒的呼召有两件事，一个就是用神，另外一个就是益人。既然咱拢知影受呼召就是爱互人得到利益，那安尼咱就无应该互人受到伤害。耶稣基督伊捌讲过。圣经的记载讲，耶稣伊的问答安尼讲，互人犯罪的事是必然会有的，但是做成这种代志的人是爱受到灾的啊！都无亲像迄个用大底无石来绑住伊的颔棍，沉到伫海底，安尼比互伊。任何一个真美善的人犯罪更较好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。基督徒伫信仰的积极面来讲，是爱努力，互人得到帮赞，得到祝福，得到利益。来消极面来讲，就是今仔日经文保罗所讲的，毋通互人绊倒。因为保罗伫这段经文前后讲到食米的洁净的问题，用个现代台湾人来讲，就是捌这个拜过的物件，就对圣经的观点，一些人就以列做无洁净的食物。伊初代教会也出现安尼的问题，因为保罗开始往外邦传福音，所以罗马教会中间也有济非犹太人基督徒，所以这祭拜过的物件，基督徒是毋是会通食？这个就真做真严厉，也是讲真重要的一个讨论啦吼。性甲俗这个观念要安怎来分别？基督徒应该爱去时常思考的。但是呢，咱绝对毋通因为俗来讲非基督徒的生活，来拒绝甲这人来接触。颠倒是应该爱家己去避免因为咱拢需要互咱的生活愈来愈圣洁嘛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咱所信的上帝，伊是圣洁的。那安尼，基督徒或者是讲初代信徒，拄信主的人，要安怎来面对这个祭拜过的食物呢？伫咧面对未信的家庭所提供的食物，应该拒绝嘛？保罗捌讲，信心软弱的人，就甲伊接纳，毋通甲伊辩论有争议的事。信心坚强的人，信逐项拢通食；毋过软弱的人，只有食菜色。逐项食的人，毋通看紧无逐项食的人；无逐项食的人，嘛毋通批判逐项食的人，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伊。罗马书14章第1节到第2节，基督徒的信仰强调分别做成，凡事凡物拢得爱分别做成归乎上帝的话，
安尼就是正常。伫咱的生活、咱的言行、咱的穿插、咱的饮食，拢共款。最近咱一直咧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。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听到摩西的话，军队就摸上帝。虽然因毋捌上帝，却愿意将性命归乎上帝来做成。就因为安尼，就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祝福。但是埃及人却选择继续过着因家己即种军队偶像、倚靠偶像的生活，所以安尼就必须爱家己去倚靠偶像的保守。利未记第9章9节95节，嘛记载着这段的经文啦吼。圣经讲，你有看见阮的列祖伫埃及受苦，听见因伫红海海边的哀求，你知埃及人压迫阮的列祖，你惊神邪奇事攻击法老王伊的人臣，甲伊国内的人民，你就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共款。你伫阮的列祖面前，甲海分开，互因对海中行大队过去。你将对入因的迄伫海深海，亲像甲石头迄伫的大鹰。你是利用云条带因，暝是利用火条照光因得行的路。你降临伫西奈山，对天顶甲因讲话，想述因正直的命令，真实的律法，好的规例甲诫命。你互因知你安息的圣日，通过你仆人摩西用诫命、规例甲律法教示因。因要的是你对天想述美妙，因喙答的是你互石盘出水，佮叫因着去承接你咒诅互因的土地。教会也是讲基督徒要安怎来面对即种的冲突？牧师伫面对非基督徒的丈人甲丈母的家庭的时阵，也捌有面对即种的课题。牧师的做法是食饭之前，先甲丈人甲丈母甲因讲，阮需要先感谢，所以就带着全家先为着即顿饭来感谢，为桌顶的食物献上感谢甲祝福，然后才开始享用。后来等到丈人会对阮的囡仔讲：“还袂记倒袂当食哦。”这正是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咧甲罗马教会基督徒所讲的话。你正特别着提醒着伫公众面头前食祭拜过的物件时阵，万一有人因为咱安尼食就跋倒的话，保罗认为讲宁可莫食。所以重点其实毋是伫会当食袂当食啦，是伫咱食了后有利益，还是会互人绊倒。若是会互人绊倒，咱宁可袂做。保罗讲，所以咱毋通个再互相批判，反倒着决心做。无做互兄弟还是姊妹信仰受阻碍绊倒的事。我知佮主耶稣互我确信，逐项物本身拢清气。人若想讲无清气，对迄个人来讲，迄项物就无清气。你若因为所食的物，互兄弟还是姊妹艰苦，你的行为就毋是出于疼心。你毋通为着家己所食的物，互兄弟还是姊妹抵甲灭亡，因为基督已经为着这个死，
所以毋通互恁看做好，会诚侪人会诽谤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毋是靠食物，是靠圣神所赏赐的公义、和平甲欢喜。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人，会互上帝欢喜，嘛会得到人的称赞。所以，咱着追求和睦甲互相造就的事，毋通为着食物破坏上帝的工作。万物拢清气，毋过人若因为食物，互别人的信仰受阻碍，就毋好。较好是无食肉，无啉酒，无做互兄弟还是姊妹失去信心的代志。你对这项事的信念，是你甲上帝中间的代志。对家己看做对的事无自责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毋过心有犹豫来食的人，就会受定罪。因为毋是出于信心，毋是出于信心来做的事，拢是罪。这是保罗互咱的提醒，互罗马教会提醒。所以伊嘛安尼讲，有人讲，逐项拢通做，毋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。逐项拢通做，毋过毋是逐项事拢会通得到帮赞。逐个人拢毋通求家己的利益，着求别人的利益。市场底卖的肉拢通买来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。因为圣经讲，地甲地上万物拢属于主。若有袂义神的人，请恁食饭，恁拿去摆伫恁面前的物做恁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。毋过，若有人甲恁讲食的物有坐过五常，恁着为着迄个甲恁讲的人的甲伊的良心的缘故，莫食迄个物。我所指的是迄个人的良心，毋是恁的良心。检查有人会问，我的自由哪会受到别人良心的批判？我若感谢来食，哪会因为食感谢的物来受诽谤呢？所以，恁无论食是啉，还是做什么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诗篇77篇，我要对上帝大声求叫，对上帝出大声，伊会暗耳空听。伫患难的日，我要找主；伫迷时，举手祈祷无停。我的心毋肯受安慰，我少念上帝就吐开哀怨。我静静想，就累至失望。你互我的目睭金箔箔，困袂去。我烦恼甲拢袂讲话。我对念过去的日子，回想古早的年。我眠时静静想，我扪心肝家己问，心神详细心查。主兼会永远帮助咱，伊兼会阁施恩互咱，伊的主爱兼会永远消失，伊的应允兼会永远落空。上帝兼会记得施恩，伊已经用受气代替伊的慈悲。我讲我心上痛心的，就是只管上帝要阁有开咱。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少念你早时的新约。我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的所做。上帝啊，你的道路神圣，兼有神明，亲像你这呢伟大。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捌伫万民的中间显示你的权能，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子民。解救雅各甲约瑟的子民，上帝啊！大水见着你，大水见着你，拢惊吓。
深烟嘛袅袅出，目魂拼落雨水，强冲大雷，你会死若死假射。光咧啊风内面有你大雷的声，死若会光死甲全地。地袅袅出大摇动，海中有你的道路，大水中有你的路径。你的脚正无人知，你捌用摩西亚伦的手，带你的子民亲像在带羊群。求主帮助我明白，会通分辨什么款的事会通造就人，互阮会通避免互人因为阮的言行来绊倒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